日到暝，唔那人要围炉食青草，高雄甲台北的动物园嘛真用心，替动物来准备好料的。而且因为即马当着寒流，甚至是有传姜汤，互因会当食较饱、食较营养的度过这个寒冬。过年加菜啊！高雄的寿山动物园趁日到暝替动物来围炉，好食的美国挂包和马铃薯签是用苹果做的，刺猪是食较欢喜甲，食抓骨是食用鸡仔年做的正长的青蛇。我望在生的泡饭内面，有因爱食的黄粉汤，另外还有英果，看因会当食啥。原来因有英果造型的水果大餐会当食。对食物的欲望也高过于对这个造型的好奇，所以他们很快的也就把这个食物就把这个凤梨。就把它吃掉了，让动物们可以提早过年，然后围炉吃年夜饭。另外加菜，还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，工作人员把青豆啊、红枣这天然食材，特别蓝做伙雕做高米糕，包括台湾动物区的高山啊，和非洲动物区的虎狗、狼熊，看到保育员摕高米糕来，拢一粒就甲食了了。这波寒流，互全台湾拢有感觉，远远嘛讲，加菜嘛当帮助动物，袂感觉遐尼寒。在我们的营养添加物，有的时候到了冬天，我们天气真冷的时候，我们会请调配师特别准备姜汤啦等等。那食材这个部分绝对不能少。那这样子让动物能够至少撑过极端气候的一个阶段。除了用食来保暖的物啊嘛，一定爱有。有的动物亲像猩猩，会互相暖咧，互家己较温暖。保育员嘛会伫室内铺正高的杂草，伫动物园内面，像需要保暖的汤拖，园方嘛会提供保温灯、这拍电火，也是加温板做辅助的热源，尽量保持生态箱啊伫摄氏30度，互蛇、龟这动物伫天气这么寒内面嘛，同款会当感受到温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